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云林口湖的义湖国中，邀请美客公益行动协会举办5天的夏令营，要让学生用轻松的方式来学习各种的知识。 志刚教学生简单的德文、口湖、义湖国中邀请美客公益行动协会办5天的夏令营，安排丰富的课程体验，好来参加学生用轻松的方式学习环保、影响以及国际文化方面的知识。然后今年想再来参加做那个大逃杀的游戏，我觉得那蛮好玩的，可以增进团队的合作。去年有参加过1次，所以今年又来参加。我觉得这个营队很好玩，可以用资源回收做出自己喜欢的作品。夏令营有设计真侪甲环保有关系，以及爱护环境相关的活动，嘛引领多元社会安排国际文化、加数学学习等等课程，然后参加学生会使学习多元的知识，嘛留下快乐的回忆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